歡迎收睇午間新聞。行政長官崔世安啟程前往新疆參加亞歐博覽會。佢出發之前特意提到開學日嘅巴士服務，認為有關部門會充分部署。經過呢段時間，特別係劉司長同埋汪局長等等嘅努力咧，我哋仲係做咗好多嘅部署咧，係為呢個我哋叫學期開學日嚟到做工作嘅。其實最重要嘅處理就係能夠提供到會服務廣大嘅居民，而我哋亦都係要循住依法律依法規去做。呢個孫局長同幾間巴士公司嘅工友座談嘅時候，亦都好明確。咁佢認同隨住地區發展，人力資源受到關注，但係強調政府今次對於巴士嘅調整作出好大努力，咁最終都係希望市民可以得到良好嘅巴士服務，多啲使用公交。咁聽日就係開學日，交通事務局呼籲市民提早出門，並表示已經做好疏導工作，咁包括適時發出特班車疏導乘客。9月1號開學日，對問題不斷嘅新巴士服務模式又係另外一個考驗。交通事務局話已經做好各項準備，疏導交通。局方將會因應實際情況，喺較繁忙嘅路線，例如係河邊新街、司打口以及北區同關閘一帶，開出特班車疏導乘客。唔一定喺總站嗰度發車，然後去接載咗相關站頭嘅人之後呢，根據佢哋去嘅目的地嘅主要方向。譬如話佢哋要去到氹仔方向返學嘅，咁我哋可能中間某啲跳站咧就唔停啦。當然我哋上車之前，我哋講明白，中間某啲站唔停就直去相關嘅一啲站點，咁落客呢度係一個我哋嘅特班車其中一種安排。汪雲又表示，巴士公司會喺主要嘅站點附近準備一定數量嘅車輛發車，疏導人流。另外，局方喺培正、巴斯高粵華小學同聖羅撒幼稚園等8間學校附近增設臨時上落客區，方便家長接送子女。同時，亦都呼籲市民提早出門，熟習路面情況，尤其係中區多條路線嘅分流安排。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慧蘭報道。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唔認為本澳嘅經濟過熱，佢相信現時係博彩旅遊業嘅投資回報期。又話平衡經濟同社會發展係現時政府最重要嘅工作。本澳第二季 GDP 按年又升24%，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預計下半年升幅將會收窄至10%幾。佢相信係由於主要行業帶動以及政府投資增加，今年經濟整體理想。被問到係咪經濟過熱，譚伯源話係視乎角度。佢話博彩業開放初期經濟增長基數低，所以現時經濟增長率相對明顯。認為係博彩旅遊投資回報期促使，強調同當時政府投資預期一致，博彩投資效應會持續一段時間，亦都會自我平衡調節。但佢明確表示，下一步唔再刺激經濟更高嘅增長，而係要可持續健康發展，因為社會要求唔再單純係經濟發展。咁而家社會普遍嘅聲音嘅要求咧，已經唔係單純去追求咧係經濟發展，而係話咧希望點樣咧係社會發展咧能夠同我哋經濟發展咧能夠作出平衡。佢又強調，人力資源政策始終係以本地人優先考慮，但係本地人要喺經濟成果上佔更大份額嘅話，自我提升係必要嘅因素。佢透露，現階段既要引入專才，亦都要引入必須嘅勞動力，先至能夠達到經濟持續發展同平衡。重申要從更整體嘅社會發展嚟考慮。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靜報導。首屆中國亞歐博覽會聽日喺烏魯木齊舉行，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將會出席開幕式。目前展區內各個展位正作最後嘅準備。有學者指新疆係古絲路嘅要道，博覽會喺新疆舉行意義重大。由李傑奇喺新疆烏魯木齊報導。中國亞歐博覽會舉行前夕，喺位於烏魯木齊嘅中國新疆國際會展中心會場外加強保安，進場嘅所有嘉賓同記者都要經過嚴密安檢。工作人員話，澳門貿促局嘅展位已經準備就緒。首屆中國亞歐博覽會設有2100幾個室內展位，一共佔地45000平方米。博覽會組委會話，中國亞歐博覽會將會成為亞歐國家嘅重要外交平台。有本澳學者就話，對於本澳嚟講，
中國亞歐博覽會亦都係意義重大。For one, on a historical basis, this exhibition convention is going to be very significant for Macau. But also, second,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a huge population between Eurasia and China. And so I think this delegation, this involvement of Macau in the first China-Eurasian exhibition will be very, very important. 第一屆中國亞歐博覽會聽朝10點就要喺我身後嘅中國新疆國際會展中心舉行開幕式。國家領導人仲有其他上合組織成員國領袖政要都會出席。行政長官崔世安以及一行幾十人嘅本澳企業家代表團亦都會參加。而行政長官崔世安之後亦都會參加主論壇並且發表講話。澳門電視台記者李傑奇喺新疆烏魯木齊報導。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應國家主席胡錦濤邀請，尋晚抵達北京，展開5日訪問。菲律賓官員表示，阿基諾三世此行主要係修補兩國關係，以及加強雙邊貿易。估計亦都會談及南海主權問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乘坐專機晚上抵達北京，展開上任之後首次到中國嘅國事訪問。多名中國官員到機場迎接。阿基諾三世率領嘅訪問團大約有300人，當中近250名係企業家。阿基諾三世訪華期間，會同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會談，亦都會同總理溫家寶以及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會面。阿基諾三世又會同副總理王岐山一同出席中菲經貿合作論壇。除咗中方領導人之外，阿基諾三世又會同中國商界人士見面，鼓勵佢哋到菲律賓投資。阿基諾三世此行亦都會到上海同福建訪問。有華人血統嘅阿基諾三世會到福建廈門紅佔村尋根，參觀佢嘅媽媽已故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夫人喺23年前親手種嘅南洋杉，並會喺旁邊種下新樹苗。阿基諾三世琴日表示，菲律賓重視同中國嘅關係，佢此行將會尋求增進了解，加強中菲外交關係。外界預料，中菲雙方將會簽署一系列加強兩國文化同旅遊等協議，亦都可能會談及南海主權問題。中國駐菲律賓大使劉建超較早前表示，南海問題只係中菲關係一部分，雙方會避免南海問題影響兩國關係。澳門電視台記者韓志聰報導。熱帶風暴南馬都今日凌晨喺福建晉江登陸，預計帶嚟嘅降雨將會持續到星期5。南馬都凌晨2點幾喺福建晉江市登陸，登陸嘅時候中心最大風力達到8級。3個鐘頭之後，南馬都由熱帶風暴減弱為熱帶低壓。中央氣象台已經解除颱風藍色預警。受南馬都影響，福建中北部沿海地區普遍落暴雨，部分地方已經錄得140幾毫米雨量。福建當局已經發布暴雨黃色預警信號。琴日洪峰水位超出警戒線嘅福建省梅溪閩清站同澳江霍口站水位已經回落到警戒線以下。南馬都來襲，適逢天文大潮，浙江錢塘江琴日掀起20米嘅巨浪，係9年嚟最高嘅回潮。福建氣象部門預計南馬都將會喺晉江沿海一帶徘徊，未來強度會繼續減弱。不過受減弱嘅低壓環流影響，今日浙江東南部、福建沿海、福州、寧德等地仍然會有暴雨，暴雨將會持續到星期5。澳門電視台記者葉思文報導。日本執政民主黨確定新一屆嘅領導層，參議員會長余錫東會出任新幹事長。日本執政民主黨今日通過由新黨魁後任首相野田佳彥提交嘅領導層方案，參議院議員會長余錫東會出任幹事長。由於余錫係親小澤派，分析認為野田希望藉住對方嘅資歷化解黨內矛盾同分歧。前官房長官平野博文出任國會對策委員長，前外相前原誠司就會出任政治調查委員長。另外，野田佳彥將會喺今個星期5組成新一屆內閣。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致電祝賀野田佳彥當選日本首相。溫家寶喺賀電中話：中日係重要嘅近鄰，發展長期穩定、睦鄰友好嘅中日關係，符合兩國根本利益，亦有利亞洲以至世界和平穩定同繁榮。
美國總統奧巴馬亦祝賀野田佳彥擔任新首相，並且期望日後雙方嘅合作。奧巴馬話：美日同盟係亞太地區繁榮穩定嘅關鍵。澳門電視台記者蔡三梅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下星期將會公布一系列嘅刺激經濟措施，希望可以創造最多100萬個新職位。奧巴馬接受電台訪問，表示要解決失業問題並冇靈丹妙藥。不過佢話政府可以採取措施令經濟增長1至1.5個百分點，意味住增加50萬到100萬個新職位。方法包括提升道路、橋梁同學校等嘅基建設施。有政府官員話，奧巴馬講嘅並唔係佢嘅就業方案，而係廣泛咁討論點樣推動經濟增長同增加就業。目前美國失業人口高達1400萬，增加100萬個職位並唔算多，而美國7月份嘅新增職位就有11萬7000個。奧巴馬下個星期會發表演說，交代新增職位同減息嘅問題。至於點樣爭取共和黨嘅支持，奧巴馬話預期共和黨會繼續反對佢嘅建議，但係就認為佢哋只係代表少部分國民嘅意見。如果國會唔接納，佢就會到各地爭取支持。澳門電視台記者申洪嘉報道。美國網球公開賽，國家球手李娜直落2盤不敵羅馬尼亞嘅夏立，首圈止步，而鄭潔同彭帥就分別擊敗對手晉級第2圈。國家球手李娜正式亮相，佢嘅首場對手係嚟自羅馬尼亞嘅新星夏立。不過李娜呢日表現大失水準，一開局就俾對方打破發球局，多次失誤送分，一度落後局數2-5㗎。娜姐嘅無壓力下失誤高達20次，多於對手3倍有多，白白浪費1分又1分，結果將首盤勝利奉送俾夏立。第2盤仍然未見佢有起色，幾乎每一球嘅失分都係失誤。現年31歲嘅李娜喺美國公開賽最好成績係前年打入8強，可惜佢冇辦法喺今屆創出佳績啦。曾經高踞青少年排名第1，現時世界排名53嘅夏立再贏7-5。呢名本年度嘅法網冠軍、澳網亞軍未能夠再下一城，連續2年喺首圈出局。對，因為拿完大滿貫以後，大家對我的看法和對我的要求不一樣。其實球員根本沒有變，是大家的眼光在變。澳門電視台記者譚家榮報導。以下係由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提供嘅財經報價。外幣對港元牌價：日元10.1839，英鎊12.7213，歐元11.257，瑞士法郎9.5304，澳洲元8.3379，人民幣81.82。股市方面，香港恒生指數下晝開市報20,273點，升咗69點；日經平均指數報8,947點，跌咗5點。金市方面，香港金報16,960蚊，升咗1蚊。天氣方面，1點鐘錄得嘅室外氣温係攝氏35度，相對濕度37%，吹溫和西北風。預測今日天氣温度指數係黃色酷熱，天晴，部分時間多雲，下晝有幾陣驟雨，有煙霞。最低氣温係攝氏28度，最高35度，相對濕度介乎30%至90%，吹輕微至溫和西至西北風。中午錄得嘅紫外線指數係6.7，強度屬於高。午間新聞報導完畢，再會。